恭喜晒全哥嘛！追風其實上一次係咪其實留得後咗少少，所以追唔切啊？上一次有檔位唔好嘛，上一次10檔，咁就今次2檔，咁就其實我都覺得佢比我預期嘅想法係後咗少少。咁不過 anyway 佢都係叫做贏啦，咁驚險咗少少，因為佢轉彎又大啦。似乎今日嗰個步速都配合到呢匹馬嘅即係跑法喎。係啊，佢頭2秒都好快，27個幾嘅23個幾，咁你翻到嚟你知你咁快，前面嗰隻馬都係多啦，變咗係後邊嘅感上嘅。今場其實係咪都係夜馬拍檔潘頓揾翻嚟攞翻隻馬騎？咁係我揾佢嘅，因為原本上一次係潘頓跑嘅，不過停賽，咁我就揾咗艾曹嚟跑，咁就跑完之後我再問佢，喂，你並住跑？佢話我你翻嚟跑咯，即係最犀利。今季呢匹馬都可以話大咗，上一季佢好似就比較表現係沉寂啲，但係今季就真係大爆發，由5班都贏翻上嚟4班。佢上一季都後生，咁今季就叫做第1年咁變咗係好少少，因為始終都係成熟啲，佢會係嗰個各方面都做好啲，係。似乎有機會跨越代第4邊都有機會。希望啦，係。再一次恭喜晒全國，恭喜！